2013年4月23日，这10年我一直都不敢去触碰那个回忆，我不敢开新闻的报道，不敢听广播。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呢？照片，十几张这10年来我都不敢去看的照片。这张是我们比赛之后球队的合影。比赛过程当中，我还跟大家说了很多加油打气的话。我想到今天我会感动，我会振奋，可能未来哪天这生活难的让我觉得都挺不下去了。想到今天我咬咬牙，我就觉得都能挺过去。这张我的初恋，我肯定能考到市里去。等我去了，我就追上你，咱俩就能在一块儿了。你俩自长正负极呀，高兴点。这张是我妈妈，这张是地震那晚我用爸爸的相机给她拍的。笑一个呀！吃饭的时候还跟她说了很多我以后的打算。她当时就觉得小孩子嘛，胡八道。可是这10年，我当时说的那些都一一实现了。照片里他们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一直被爱着。